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昨下晡，全台湾各地拢来到超大的雷公雨，有一寡所在，这个雷公雨甚至是一直落到半暝。气象局提醒着大家，未来一礼拜天气拢会像安尼，真无稳定，会真热。过头有雷公雨，乡亲若要出门，雨伞、雨伞都要扎咧较妥当。昨全台湾各地西北雨拢上真粗，14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，甚至各县市雨拢是上规暝。就是说，它的激发机制就是在午后的热力作用，所以在午后，就是比较容易下午后雷阵雨。但是如果它持续有激发机制，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，就是局地的环流作用，那还有一些地形的作用的话，其实这样的激发机制是可以在午后之后继续产生下雨的状况。天气风险公司的天气分析师指出，这种天气的条件一冬可能有10多天，严格参照安内西北雨，一冬实际发生无到10天。的时间的长短跟大气的不稳定度是有关系的啊。如果大气的不稳定度高，那可以释放的能量比较多的话，其实它下午后的时间点就可能就是下的时间会比较长。气象局长地面电马关本周来表示，今仔日过到了后的对流可能也是会延续到暗时，严格天气甲前一天来比有较好。三六个这礼拜天气较无稳定，温度较烧热，西北雨嘛较明显。天气形态环境条件是比较不稳定的。那一旦有像午后的热力作用，那或者是局地环流以及地层举升这些激发机制的话，就容易有对流发展起来。而且一旦有对流发展起来，在这个礼拜呢，就特别容易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。气象局表示，若是有对流，就要注意大雨或者是较大的雨势。拜六礼拜风面较晚近，提醒民众出门的时阵，就要会记的早雨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